好，各位同學，今日同大家講嘅呢就係馬斯勞嘅需求層次理論。呢個理論呢，其實唔算好複雜嘅啫。不過馬斯勞呢個人呢，其實就唔係講旅遊學嘅，主要佢呢就係講心理學。所以呢，你哋可能會喺呢個通識啊，或者係呢個建社啊，都可能會見到有關嘅呢個人嘅理論啦。你今日呢，主要講嗰啲嘅例子啊，全部都係環繞住呢個旅遊方面嘅。首先啦，馬斯勞嘅需求咧就分開咗做低階同埋高階嘅需要啦。低階嘅需要咧係一啲好基本、好基本嘅嘢嚟嘅。大致上咧，每一個嘅旅遊咧都目的咧係最少要有呢個低階嘅需要。而高階嘅需要咧就要視乎你去嗰個旅遊究竟係屬於咩類型嘅。或者係你個需求係有幾大嘅。首先講下啦，低階需要方面咧，第一個咧就叫做生理需要。生理需要咧，主要咧係講關於我哋日常生活所會用到好必須嘅嘢，例如係食啦，例如係水啦，或者係住嘅地方啦。呢啲全部都係好基本嘅。例如去休息，亦都係。都係屬於生理嘅需要。你每一次旅行，你都需要有一啲空間去休息嘅。而第二個需要咧就係安全嘅需要啦。安全嘅需要咧，主要係講住嘅究竟安唔安全啦？你去嘅地方安唔安全啊？等等。基本上咧就例如係住嘅地方有門鎖，其實已經係一個安全嘅需要嚟㗎啦。而個地方亦都要舒適啦，呢個。保險咧其實都屬於係呢個安全嘅需要裡面嘅。而去到高階嘅需要啦，例如係社交嘅需要啦。社交需要咧主要係講人與人之間究竟有冇交流嘅。好簡單咁樣講，旅行社一般嚟講，有旅行團，有咁多人一齊，亦都係一個社交嘅需要。甚至係導遊啦，導遊本身亦都係其實都算係一個社交需要，佢會同你傾偈嘅。例如呢個去旅行嘅時候，亦都會有好多唔同嘅事情發生，例如係同當地人接觸，呢個其實都係屬於社交嘅需要。去到比較再高啲層次啦，例如係尊重需要啦。你去嗰個旅行係咪比較難得嘅機會，你可以威俾人哋睇咧？咁樣威俾人哋睇，其實呢個亦都係屬於尊重嘅需要嚟嘅。或者你去一次嘅旅行，你會充分表現到原來我有一定嘅地位先會去嗰個地方。或者係自尊啊等等，呢個咧都係屬於尊重嘅需要。甚至調翻轉嚟講，譬如係你去酒店，人哋會稱呼你個名，其實都屬於係尊重嘅需要嘅一種嚟嘅。去到自我實現需要啦，其實咧就比較複雜嘅呢一個。要係一個有難度，會挑戰到自己嘅先係。有好多唔同嘅例子嘅。但係大致上咧，有啲咩係好絕對係一個自我實現需要咧？例如我去呢個南極。唔係個個會去到嘅喎，亦都嗰個地方好嚴寒嘅。可能一世人咧只可以去到一次到嘅。呢個亦都屬於自我需要、自我實現嘅需要。同時啦，如果係去呢個珠穆朗瑪峰登山嘅，可能嗰個掣肘更加多啦。例如係健康啊，得唔得啊？或者係嗰個人嘅能力可唔可以去得到啊？財力去唔去得到啊？等等，呢個亦都屬於自我實現需要。簡單啲咁講，跳笨豬跳其實都係屬於自我實現需要，因為唔係個個咁跳嘅。如果你跳咗克服咗你自己一個嘅自我價值咧，亦都叫做自我實現需要。所以咧，其實一個旅遊嚟講咧，就希望咧大家都可以達到呢5個需要嘅。但係當然唔係每個旅遊都得，最少要可以做到嘅就係低階嘅需要啦。而家咧就俾啲例子咯喎。某位老師咧就前嗰排就去咗呢個日本嘅膠囊酒店嗰度住。問下大家啦，呢個膠囊酒店裏面，佢咧就主要係招待男賓嘅。有一啲嘅清潔嘅用品喺呢度，呢個係屬於咩嘅需要咧？我諗心水同學都知道呢個係屬於個最基本嘅需要，即係生理需要啦。呢個例子咧就係都係喺個膠囊酒店裡面嘅。有一啲地方俾你擺衣物啊，俾你擺啲重要嘅物品啦。有個 locker 啦，咁樣嚇，有得鎖。呢個又係屬於咩需要咧？呢個咧就唔再係呢個生理需要咯，呢個叫安全嘅需要。
咁啊，而安全嘅需要咧就主要係俾唔俾到你一啲即係財物嘅保障啊等等嘅。咁呢個例子咧，另外一個例子啦，咁就講呢個一般嘅旅行團啦，去韓國咁樣，咁啊跟旅行團咁通常乜都會有噶嘛，咁其實旅行團本身咧都會實現到大家希望實現到大家唔同層次嘅需要嘅，好簡單，咁例如係第一個生理需要嘅，食嘅全部都有啦。住嘅亦都會有啦，去遊覽嘅所有嘅一個去旅遊嘅基本最想要嘅一啲嘅生理需要咧，佢都會做得到，休息嘅地方啊等等。咁究竟安唔安全咧？咁樣好老實，咁啊通常住嘅地方咧都會有鎖啊，或者係一啲比較封閉嘅地方嚟嘅，咁亦都可以令到大家嗰啲財物咧得到保障啦，甚至係旅行團本身會賣保險，其實呢個亦都係屬於呢個安全嘅需要嘅喎。咁成個旅遊啦，頭先亦都講咗啦，咁都會牽涉咗導遊啊等等啦，咁亦都有好多其他嘅團友啦，咁其實亦都係屬於一個呢個社交嘅需要啦。咁而旅遊當中咧，咁一定會稱呼大家做貴賓，甚至係有一個比較上受尊重嘅需求嘅。咁啊呢個咧就屬於呢個尊重嘅需要喎。咁究竟會唔會話喺一個旅行團嗰度揾到一個自我實現需要咧？就好視乎你嘅定位，你個價值觀去到幾多啦。咁一般嚟講啦，我就會睇咧，就一個旅行團咧，通常佢都會盡量俾到大家一個自我實現嘅需要嘅。例如喺呢個例子咁樣計啦，咁大家可以自己做泡菜啦，或者去做一個服裝嘅留念拍照啦，咁呢啲其實都係雖然好似唔係好即係唔係好犀利嘅一個即係行為啦，但係對於有啲可能好少出去旅遊啊，或者係未做過泡菜嘅人咧，其實可能佢覺得已經係一個自我實現需要，所以其實咧即係去一個旅遊嘅話咧，其實旅行社都盡量去滿足大家唔同嘅層次嘅需要啦。咁最後啦，咁呢一課會點樣問大家咧？咁其實好老實啊，通常咧大家要識得去分各個唔同嘅需要，而通常呢度咧就會係出喺 MC 嘅地方會比較多嘅。咁長題目咧就比較少機會會出到啦，或者其他嘅理論咧就會比較多少少。好啦，咁啊對於呢個馬斯洛嘅需求理論，希望大家可以掌握得到啦。